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找我们过年啊？哪有？好有病，好有病，做不来事。麻花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鸡肉饭卤肉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叔。在现代网络世界，任何人拢有机会透过创作也是表演，变成网络的人气者，也就是网红。行情无输电影明星也是歌星。不过，英国农业社会人气上旺的，有可能是你甲人分食的乞食。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们来讲一段台北人的产庄人气技术，邀请观众好朋友做伙来收听乞食庄的人气者。这个时代，传播媒体世界，政治人、演艺者上较有知名度。伫我囡仔时，上介侪人捌的是乞食。传统的社会观念内底，乞食毋是偌有阳光的头路。一个普通人要解毒，甲人伸手分食，面底皮未砍切。乞食伫阮遐会使讲是孤行独饲的，比歌袂叫更较在稳。有自我知影代志，伫阮附近的庄头咧分食的，就敢若阮仔一个人。阮仔是伊的名，即阵推想起来，汉字应该是感恩的恩，嘛毋知是伊的本名，也是做乞食才改的艺名。毋过，一个乞食甲人分，望人施恩，也感谢天公伯的恩典，互伊免趁有通食清。进一步来讲，提供人有施舍的机会，嘛是互人一个温情，会使讲是一个真适当的乞食名。我也毋是真知，敢真正是这字恩。迄个时代无啥人捌字，我敢若知影恩这个音名。大部分阮遐的人拢惊体伊是空恩啊，再来的观念拢想讲，若无空，哪会去做乞食？徛伫做乞食的专业来讲，我是真尊重阮啊。伊的分区是阮德位仔庄、牛寮仔庄、过沟仔、大人庄仔，甲民政厝。涵盖德长乡的明静村，甲二林镇的元斗里、复兴里、东华里，分区甲看过派出所的管区。阮一支德高锤啊做管仔，一骹咸草边的家枝啊，甲一骹人底切啊用的阿麻袋啊，用布链的行透透。别位啊有的乞食，敢若要分现金，甲较轻值钱的物件。庄卡人免哪有现金通分人咧？
这款本呢，阮有一个特别称呼——大本乞食。大本去食，若无去都市，伫增加所在行搭，要哪分有食？阮仔就真本分，伊本只路线固定，走伫家己的区，中间有桥仔头街仔较闹热，伊就人过无分。阮仔规世代都是老药人，去食无分家己的庄头，老药庄阮仔慢捌伫遐分，有影是真专业的去食。毋那安尼尔，大部分的庄脚人上济是慳钱，去食来分，袂互人空手转去。若无互伊一公米，嘛会互伊一条大条慳钱。阮仔一逝路分落来，家钱仔甲布袋，毋是米，就是慳钱，重款款。伊歹食的物件，行骨力里路，毋捌看过伊咧休忝，即便是甲人分一壶滚水啉一个，就搁行。做去食，若无阮仔的体力嘛真恶转食。阮仔无论人分伊慳钱米，伊拢会唱去食条，甲人诚恳说道声。街头巷尾仔日都是假势，徛踮门边仔来讲好话，求着一碗冷红花。用即时少年兄弟的标准来看，阮仔算是真苦的人。伊规年透天穿的衫裤拢同款，无论寒热。阮姨啊，若看我热人，阁毋知通烫长衫，就骂讲：那空阮仔咧，毋知寒热拢迄身躯。阮仔的衫裤是布料搁再布，各种灰色的布料都有，便后布喙仔拢挺好扣来布，规身躯花白利尿。比即阵的囡仔挑工甲好好衫裤加破，才布一只一只无共色的布料较苦。伊歹的家己啊，比即阵时行的歹啊较歹。伊阁毋知伫倒位捡着一副乌人的目镜，热人日头猛时牵起来，真是迄个时代的乌狗兄。长红的金门王甲李冰辉，还无30几年前的伊遐色。阮仔歌喉真赞，去食条伊唱甲会牵丝。古水啊，姑娘啊，来帮咱马话。歌词看人看所在，甲本意的物件，随时家己编，会使讲是古代吟游诗人。诗人陈明仁先生，若生伫迄个时代，凡事会使拜伊做师傅，阁学几步啊！帮咱着阮啊，有路无厝的人哟。我捌听过伊哪行哪唱山顶的乌狗兄，尾仔迄几句学来伊滴，伊比洪一峰较敖牵。山顶一个乌狗兄，伊是无张的少爷。阮仔会爱唱即个歌，我想伊感觉家己是一个乌狗兄协拍，用安尼议量家己。有听声看无影，又来滴，又来又来滴。即时我知影即个山顶的乌狗兄是日本歌改台语词的。即个歌原本的歌名是《亚马路人气摩路》，意思是山顶上有人气、上有名声的人。迄时，阮仔伫阮迄块位啊，人气一流，正正是阮遐人气发烧的人物，无毋对。我犹疑，阮仔是迄时一个稳顿伫庄脚的知识人、智慧人物。迄时，阮附近几庄头
有一个上深刻的问题，就是讲，去食阮啊有几个人啊？阮有娶某也无，我毋捌听人讲过。照讲，若有去食饭，应该有时嘛会对去食讲出来分。阮啊都毋知有某啊无，哪会有即款问题？台湾人真信命，算命先生讲的，无人敢毋信。囡仔拄出世，就先找人看命。若命底较歹的，有几种排解的法度。有的会甲囡仔号一个较歹听的偏名，亲像狗屎、羊某即款的；阁有命底加刀柄、剃扫帚的，惊吸到是大人，就教囡仔叫老爸、阿丈、阿叔、阿伯，叫老母、阿姨、阿姑、阿金，直系亲变做亲情。另外，就是认歹命人做爸，做歹命人的后生查某囝。阮仔是孤行独饲的乞食，民间公认的歹命人。逐庄头拢有人认伊做爸，敢若咱庄里就10外囡仔叫伊阿爸。我国民学校的同学捌讲起过，敢若阮同班的都有几若下认阮仔做老爸。阮遐阁有一句地方性的俗语，若骗手人命底实在有够歹，就讲认空阮仔做老爸嘛无解。即句话就通知影阮仔伫阮庄里的权威性。起先，阮有一个原则，别若当着认伊做爸的人家，伊就人过无入去分。这头的亲家亲母嘛知影，阮仔为顾囡仔的面子，三不五时也会带囡仔送寡闲钱米去探这个客爸。过年过节，拢会传寡礼数去甲问安。尾啊，囡仔一个坐记袂牢，用要逐口走拢有伊的事势，真晦气。听讲伊捌造一扎粉笔，若当着客囝的厝，就做一个记号，较好认。真紧就乱去，有的记号是互雨水淋无去，有的是囡仔搞怪，甲伊糊掉。嘛有亲家亲母为要互伊去卖分，专工甲糊掉。阮啊到尾就无同啥人引导，拢踏入去分。真侪啊嘛先做年啊济啊，专工找一撮老油去送礼。我毋是阮仔的客囝。有一摆，我饲牛控药的囡仔伴高雄，要去老姚阮仔因兜送礼，就我甲伊做伴。你甲我做伙来好无？我是真好闲的囡仔，足兴听阮仔唱歌，嘛真想要知影因兜啥款，就甲伊斗阵去。好啊，我甲你做伙去。伊住伫trung下坡边一间家厝啊，毋是土甲壁的，是竹竿啊抹牛晒过的壁。厝顶砍稻草，壁顶有发草甲藤啊，厝骹阁发几毛干针啊，土蒙白白，条条竹蒿啊杜顶爬过。爸，阮仔无啥捌高雄，问伊：你是谁的囝？高雄起爱笑，讲。我就是你的囝，毋才会来送礼。认我做老爸，查某囝后生伤济，捌也捌袂招文。我有想讲要写一本簿仔，甲记起来。毋过我都毋捌你咧。爸，我即个同学叫做阿仁，学校考试拢第一名，真捌字，会使叫伊替你写字。遐敖哦，安尼即个工课就拜托你啊。好啊。
尾啊，伊真是让我整理一份客囝甲查某囝的名录。若知影音毋知汉字的，伊叫我凊彩用一字音较共的就好。我替伊做这项工课，工价是2块，迄是我自出世到今头一个头路。出社会了后，有机会去引头路，公司拢会问我工作经验。头一项工课是做啥物？讲实的，我应该讲是做记者的秘书，毋过我实在讲袂出嘴。人讲济囝饿死爸，阮仔囝上济。伊骨若笨，无外口时时养饲，倒也饿袂死。过伊国砖头溜溜去，愈行就愈出名，变做砖头的人气者。迄时伊若会晓出来甲人选举，真少人选伊会赢才对。今仔日的广播剧《乞者装的人气者》是由陈敏仁原作，罗江书编剧，夏玉华台语教证，上阳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阮仔邱家冠演出，伊啊林义君演出，曾民林柔安、陈碧娟、郭静演出，高雄苏胜富演出，阿仁朱国立演出。暖暖咱们去。咱来故事串满地。放花来为生。今仔日来到民人生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台湾博览会、台湾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吴夏美、林淑美、詹一瑶、叶怡欣。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听这4位读册盘读今仔日这篇故事的感想，也佮有民人生的回应。大家平安，我夏美，我是台湾家市面的发起人。这篇讲到乞者足侪情景原来是当今无头一站比如讲乞者去共分，这台湾即马较无看，较侪是无厝通住，无头路通食，也有一寡店头固定的传食的，互食的人去领。第二站咧共分嘛爱有本领，
内底讲到迄去食雕，就是凉瓜雕。咱遮去食吼，若要伫咧吼，拢变做台湾国宝。第三站吼，囡仔人吼惊歹药饲吼，有真侪怪步数。其中一部吼就是防做客囝，像我细汉嘛捌防做客囝，毋过阮客爸毋是去食啦，是苗年的新命。这是我头一摆听到的，爱去找去食做客爸。呾即款台吼检菜，当讲是够欠算啦。毋过即款风俗，原仔深色，嘛会使讲是台湾人的智慧啦。论人去食的时吼，这小说内底标讲无爱讲遐个社会地位较悬的人，颠倒袂输规庄的人吼，拢爱挖靠即个去食，生活才会顺遂。这应该嘛是人生吼，在写角色的时候，较爱徛伫弱势的角度，是一款关怀社会的迄个心意啦。日本时代有一本台湾风俗志，佮有写去食有分10类，遐侪款去食啦。大家若有趣味，会使去编看嘛。我感觉爬远的故事吼，这部册，咱通讲是台湾版的台湾风俗志。以上。对啦。因为我今仔时代，阮真诶真正有一个有哪会去食啦，真正当然我变诶啦，真正有这个去食啦。因为这个去食诶种诶，恁即摆看袂着，即摆去食都路边跪咧共拜尔，也无啥物功夫啊。你爱2步7啊，嘛爱有体力啊。其实吼，我讲一个观念啦，你互你有机会互伊，迄嘛是阮互你啦。互你有机互伊，互伊物件，伊受阮啊，你嘛互你有机会通受阮嘛。我用这理论咧做开始诶啦。你讲伊诶本领啊，甲伊诶地形介绍啦，我讲伊著去选举，一定会调安尼，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我是留一个记录讲，台湾较早若庄脚去食拢安尼，毋是甲阮庄尔啦。大家好吼，我是小美，我即摆咧做台语老师。我已经60岁啊！伫咧甲台语讲转来过程呢，我嘛豆豆甲咱的台湾历史甲文化找转来吼，真欢喜。这篇小说呢，互我眼界大开啦吼，就是讲佫有这种去食呢，人写这个空文啊吼，有个性有温暖，佫有才情吼。若是正面的这个乌狗兄吼，连我就是要介熟悉安尼吼，真正是人气者吼。毋过呢，我感觉伊较先修行者，因为呢，伫伊诶身上我有看到讲吼，伊袂去要伊讲要住伫倒位，穿啥物衫，食啥货安尼，伫咱中有可能感觉伊真可怜。毋过呢，我看伊安尼逐工四界去奔，四界去走唱吼，嘛真自在啊，安尼这个情形就下咱想讲，咱诶生活改成嘛会当遮尔简单啊。过来伊嘛袂去要伊当年两行伫后壁咧叽叽嘟嘟哦，像讲伊拢会讲，哎哟，那空阮安尼啊，毋知干我啦，拢去身躯啦，无就讲，认空阮做老爸吼，嘛无改啊因为呢，这个空阮伊找着家己啊伊知影伊家己是啥物人，伊要做啥货，所以呢，伊袂去要伊别人外口诶声音咧讲伊安怎安尼。过来就是伊，我感觉伊是一个真温暖诶人啊因为特别咧。片面即个客囝硬叫拢袂去因兜奔尾仔想过济佫甲做清单一个真温暖诶人安尼，还佫真大心分啥货伊就食啥，大部分人拢甲分番薯嘛其实番薯真重咧伊遐派遐尼济逐工佫食共款诶，伊嘛袂要紧我感觉伊真正是真厉害诶人安尼我要来唱一段东乌调咱来出世咯。无半项哩，转去双手又空会，踮伫世间那迷茫，死了江山换别人好，多谢。好，你唱这毋是去食调啦，这是我讲对呀，东乌调啦，东乌调，这词也对得起来啦。上出名就这，这歌头拢出这啦。头家有量这歌来分的这款的调才是去食调。迄个阮也是个日本尔，我咧写是台湾人的善良，袂去共欠台湾使。
大家看了去遮来，无人讲互空手走的啦。啊，去遮的灾情，迄伫迄个落来因为先个，我才有讲，即个去遮的行情是相款啦。大家平安，我是伫台基田咧做事的囡仔。即个主角去遮阮啊，伊的名吼直接古有感谢温树啊加温典的意思，看会出来吼，咱阿仁先生是咧传达一个受人温情，无论大小济少，拢爱心存感恩的即种的价值观。啊，阮遐讲分钱银的叫做大色去遮。啊，阮啊伊呢无去市内去做大色去遮去分钱，通好有变心的机会。颠倒呢伫庄卡分番薯啊、分米啦吼，啊个固定的路线咧讨食。啊会唱自家己编的一寡歌词啊，去食条啊，先困甲人睡下。规年冬天拢穿共一丝的衫裤，虽讲是安尼啦，伊穿插有家己的型，啊看会出来伊是一个物质生活无介要求的人。是一个有内在的吟游诗人，啊，人生讲伊嘛不止啊欣赏伊吼。啊，阮啊呢，阁有一阵歹命囡仔，伊阁是一阵歹命囡仔的客爸啦。吼，为着要顾这囡仔的面子，拢会让过因兜无去共分。尾后因为客囝实在是伤济啊，吼，恶人阁嫌委屈，就自知啦，吼，会看出讲伊是一个看过世面。知影春秋的人，吼，总讲一句啦。阮啊虽讲是一个去遮，毋过伊是一个有才情、有风格、有原则的去遮。甲即摆去遮真正是足无共款的，吼，伊安分啊，知影知足啊，虽然佫自在，会当看出伊是一个有知性的人，会互人犹豫讲，是安怎安尼一个人会情愿稳顿伫庄骹，诚做有人气的去遮。啊，伊是。情商，也是欠债，也是看破，也是伊咧刀片社会，吼，看来吼，伊是足有故事的人，啊，互人不知影复现伊的过去，这是我的感想。好，其实我写这个文啊吼，啊，迄个不是刀片，叫刀笔啦，其实读做笔啦，头笔啊，叫刀笔啦吼。我写这个文啊，当然是。我这个名是为着来咧，当个人气者，迄是一本歌吼，叫做《野马路人气摩罗》，就是讲山顶的人气者啦。这一本歌，其实是红的这个捧场的山顶黑狗兄啦，红拢出条山顶黑狗兄有无？就是日本歌叫做《野马路人气摩罗》，伊的汉字叫山顶的人气者啦。啊，这条歌嘛毋是日本歌，这条歌是德国的民谣啦。是讲啊，无我来看这个歌，啊无我来写温仔的故事安尼啦。啊，这个温仔是当然是我塑造的，迄毋是歹命囡仔，毋是啦，迄是算命讲这个囡仔歹命啦，毋是讲这个是歹命囡仔啦，这个观念毋对啦。较早拢重视算命讲这个囡仔迄出事安怎有安怎，后摆会无好啦。啊，所以就讲，我就讲改良法嘛，就无就较好一个高彩油某啊，若无认歹命人做白人。伊无歹命啦，是认歹命人做白安尼啦。大家好，我是欣。去食庄的人去食这篇故事，我家己真喜意，因为伊用种真创新、真趣味、讲真酷的手法来描写去食这个角色。因为一般人对去食的印象，可能是感觉较无好啊，也是较负面、较可怜，甚至可能有偏见，也是歧视。亲像文章内底讲的空的才会做去食。不过，阿林生伫遮用完全颠倒变的书写理路，甲阮啊变做是一个对真理真有贡献的人，而且嘛是一个真守家己本分的人。因为伊袂去分家己的真理，伊可能就是惊讲真理是识的人会感觉碍弱，所以伊拢是去分别真，也是会跳过特别闹热的所在安尼。而且伊对真理是一个真有功能的存在，就亲像拄则有讲到的，囡仔拄出事拢会带去算命，看这个囡仔好命是歹命，若是可能未来会较歹命，就去认迄种较艰苦的人做
客爸安尼对，所以伊对真理是一个真有功能的存在啊，嘛是一个灵气者，但是伊的灵气者毋是靠即马媒体放送，也是讲拍广告，也是讲迄种经纪公司家己设计设定出来的，伊是伊家己实在的品性，自然造成的灵气，对，啊，阁是规个砖头权威性的代表，所以我遮即几个所在，我感觉就是阿玲先写甲足好诶。另外，我感觉阁有传达就是职业也是工课是无分关系诶，即个价值观，每一个行业工课拢是平等诶，拢值得受到尊重甲重视，无倒一个较高尚，嘛无倒一个较低落。遮互我延伸想到就是咱诶语言，就是现主时诶咱诶母语台语，甲即马社会拢咧讲诶中国话，大部分诶人因为受到实名教育，会感觉讲讲中国话较高尚，你讲台语就较粗俗，但是毋是语言拢是平等诶。所以，这是我读这篇就是想到的所在。这个我甲你讲着，迄是高尚，毋是高尚吼。第7条。好，高尚。我内面讲着吼，伊诶分区较大过宽区，看伊迄分区诶几个钟头，所以毋知讲都咁样选举，伊诶地位都上悬嘛。所以家己无分过分区，迄是一般拢是行规啦。一般无人去遮家己诶算来分诶，尾我嘛有听到讲伊为着咧记迄个，高雄要去上咧伊改去有无？讲我较捌2个改啥名，你都无讲着。尾有故事啊，故事就是我去咱知影我是住伫倒位，伊安怎？毋知讲尾讲我后摆若写履历表，头一应该做去遮秘书安尼无？这是条框写诶啦吼。好，感谢明人先。接下来是咱问题时间，咱请读册判分别来请教明人先的问题。想要请教阿仁先吼，你讲你细汉时伫恁庄真正有这个乞食，伊敢捌走来甲你分？通常伊要共分吼，会讲啥？一般人会分啥？过来就是恁迄阵敢有时惊囡仔爱找客爸？通常会找啥物款人，还是找啥物性别？这个伊来分诶时拢无讲话啦。我也拄着来到你门口伊面入来，伫你门口，迄大人讲迄个名人啊，阮哪来啊？你若有着讲无一根笔互伊，无我你条hand条一条互伊，你拢安尼啦。伊无出门头啦，拢行到门前吊伫遐。有当时咱若要注意伊诶，头家啊，有量啊，伊就唱一句安尼啦，讲我来啊啦。迄个其实阮足一人一年做袂这事尔啦。伊咧国防读书也无一般诶观念，迄是一般诶观念嘛。所以就做客爸有影真济啦。所以毋知我普记迄是我变诶啦。我想要问阿仁先生哦，其实乞食是上下人看无起诶吼，甲恁乞食甲上争差真大吼，真冲突啦吼。我想要问阿仁即个标题吼，你讲整年诶人乞食，敢是你真正就已经设定好，就讲？你就是要用安尼这个冲突来写这个趣味的故事安尼。是啦，因为我嘛毋知外庄安怎，但是我认为讲阮庄伊咧四界行大，因为我庄家人无咧四界行诶啦。干那伊咧分去遮爱逐个去啊，逐个拢捌去啊。人气讲出名诶人啊，有人气诶人啊。跟咱咧即摆我名称人气安尼，所以我都当年人气者都伊要做死人，哪有可能你逐个都行去？都干那乞食安尼尔嘛，若无就一寡像药包诶啦，寄豆类迄款诶，嘛真少啦。伊迄2、3工就来一届啊。所以讲当乞食嘛无毋对啊，这个名是无毋对啦。所以是名先出来，还是你诶故事先出来啊？拄仔讲诶都这个日本歌都是。就是讲日本歌遐开始发祥诶。要么就人气莫诺啊，写歌唱人乞食，有嘞哩的歌。这个故事内底吼，我阿仁先写了，我感觉足活跳诶。是安怎？阿仁先你要安排这个乞食阮啊？
这是有才情的，有原则的，足酷的。你要形塑这种的形象，你是毋是要表达啥货？迄个去食有去食的形象嘛。我毋知讲甲伊比这个李炳辉有无？李炳辉恁知无？唱歌的李炳辉啊。李炳辉是我的模特啦，我写的模特啦。就我学一个，一般去上的形象就是一衫裤哦，嘛死皮的，补搁再补安尼啦，若捡着啥补水就来补。我毋知倒去捡地府学一个，无等于买啦，无一定捡着的啦。就是讲我形象，我就用李炳辉的形象去形象的啦。唱歌的李炳辉啊，较早有金门王李炳辉，你敢知？知，来，流浪到淡水啊。嘿，流浪到淡水。有。伊毋是大地某，几啊个家己啊，尾仔拢要骗你的钱，我足熟的啊，我甲伊足实在的啦。尾仔拢阿辉啦，啥物人吼，都尾仔拢是咧。我要请你去阮你共科演讲啊，你啊我一个字，我你毋通摕阿辉，若摕阿辉我都无啊。你变辉啊，真牛呢，伊也无看到歌拢我唱啊真好，你好唱啊。我就是我写诗，我就用伊形象来写的啦。但总有教示的啦，无教示的囡仔团啊，看到摆开还是讲下狗会共配春暖，下有朋友嘛，有个囡仔有无？你捌听过嘛吼？看到迄个摆开还是下狗会共配春暖安尼吼，迄种人若朋友知影会共骂。大家好，我是欣。因为这篇故事对去食的描写，对阮这种生活伫都市的都市俗来讲，就是眼界互人听甲真开。所以比较都市的内底阮这个角色，互人感觉真有生命力。所以想要请教阿玲，就是都市甲庄脚的去食的精彩，阿玲遮有啥物款的看法？都市去只嘛，咱公司家己啦，放去倒啊，到底啊共趁钱安尼啦。大部分拢安尼啦，大部分啦，你天桥顶若倒遐贵些有无？迄拢无单纯啦。大部分啦，我毋想逐个啦，因为我若看到去只，我袂分你啦。你若歹甲拍手去找政府嘛，你若无交谈，你若有交谈，你去谈嘛。我谈的2000一年，我无可能分互你啦。我若去只无咧分钱的啊。但是需要，伊有需要啊！你差别你听有无？都市都去遮拢咧分物件，咱嘛咧甲伊分钱啊！真正有公司，有建筑啊，不甲把事啊放等下交公司啊，真正啊！你嘛佫有好搞去更去遮嘛无错事啊，伊叫街头艺人啊。阮这前天公遐有一个和尚，伊拢逐工拢伫遐摕一个讲讲街头艺人穿打仗，嘛去遮咧啦，嘛有一个录钱啊。伊有这本书啊，有咧卖价啊。其实伊个角色去食，迄个咱都是去食，但是伊有尊严嘛。我唱歌，伊种牛，迄个时候40-50岁，拢就手机啊唱，但伊歌啦，伊较死劲，唱到真好安尼。当然伊是卖鱼啊，无算去食啦，嘛是都是去食，就是安尼才带落食啦。迄拢公司迄事实，迄早前有一段时间，迄台湾夜市啊，足侪迄地头骹白无。迄无敢若少，迄我看着迄规车载来诶，大概拢时间到。对啦，这有影，伊佫有业绩诶哦，伊若业绩无到遐，转去佫食拍。但是因诶迄个就是断骹断手是原本也是互迄公司。我拢感觉伊可能是因为要食迄个头路才互伊了，是家己了。我毋知啦，我以为。我以前细汉嘛有看过。到底讲咩原因我毋知啦，但是你若真宗，政府会当补助啊。就是即马伫台北车头遐有无？就是因敢会固定时间分物件互因食，因拢会用迄种纸棒大因的迄种棒筋安尼一斤一斤的。迄无共款，迄个油面啦，迄油面无共款啦。我油面你无共讨钱啦，伊迄油面吼有诶是，正讲对伊诶普通生活亚正啊。伊就是讲要来迄个做一个吼离婚家庭，日本足济啊，本来是厝到尾就是我去做油面啦，伊无就等诶，人迄讲一个纸箱啊，一个所在困，嘛趣味啊，
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啦。对啦，对啦。感谢台文博览会4位读册伴，甲咱民人生的带来精彩交流。最后，咱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主任杨文元副教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这篇是咧讲一个乞食吼，我想这个文化可能嘛已经甲即马是小可无共啊吼，就讲咱以前的乞食吼，当然生活困苦是吼，而且因有一寡算因迄个时阵的规范吼，包括这个乞食嘛是会晓唱乞食调吼，也是讲人分伊钱的时阵，伊都会讲汇报嘛吼，就会唱乞食调互因听吼。有良的头家啊，分我1仙钱。当然，伊这个故事，咱来翻头来看，即马社会上，咱有时啊讲华语讲节油吼，其实当然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吼，就讲伊可能有的所在感觉讲伊会造成一寡环境也是各方面的问题吼，有的人是安尼看吼，譬如讲比一个，我即马住伫台中，迄个台中车头，其实都会看到。尤其是暗时就看到足侪吼有时当然政府都会想要甲赶，但是我感觉这嘛毋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因为你甲赶走。伊赶快爱有找一个所在小会徛起嘛吼，好第二就是讲，我嘛看过一寡社会福利的一寡单位伫对遮的国友去做一寡访谈，其实有诶甚至是可能以前是大头家吼，但是有可能是因为伊以前少年钱真多，但是后来都是黑白开要开甲打起，也是讲伊甲因的家庭无和谐了，也是甲因的。家里时势嘛一寡问题所以后来选择安尼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心理因讲的有一个心理就讲即摆比如讲伫车头还是人较侪所在分，因为有一个心态就讲，我若假使家己独身说一间简单的厝大，死了其实是无人知。顶多是我住伫人看会到的时阵，我若发生代志的时阵，随时有人通报。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上的问题当然。这拢真歹讲，有的人咱可能会想讲，有一寡乞食是因为要食毋讨趁所以都来做乞食，但是有的人确实是因为伊可能是做生意失败也是各方面，因为这个社会真歹讲，有时咱拄着诈骗各方面所以这个社会本来就是有各色的人所以咱会当用一个较开放的心态来观察这个社会现象，嘛无需要甲人排斥。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讲到人气者、孤行独饲、伊啊，也阁有烂人。这部续来去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说明这几句台语词的意思。人气者，人气者大部分是咧讲足红的人，也是真受欢迎的人，叫做人气者。这是对日文来意思是受欢迎，也是风靡。孤行独飼，孤行独飼是一种敢若伊家己做。别人无咧做，迄款的独占的行业、独门的生意。佮来讲专家，这专真侪人袂晓讲趁食，趁食甲专家无共。这专家是谋生、营生，趁食是趁饲、趁食查某。较歹听，伊啊，我第一遍看到伊啊这个词是伫丁凤珍
的作品。丁宏珍伊即摆是个是台湾歌者会的理事长毋过伫即个阿仁这部册内底，讲咿呀逐渐出现，隆重出现69遍，这个应该是第部族咧叫老母。我第一届看到的是，我加一条咿呀，甲咿呀无共咿呀汉字写毋知安怎写。拄则有讲到迄个人热人、寒人拢共款即个意思。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宏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草台语社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上的故事是客家庄的人气者，欢迎准时收听。北岭西